多謝啊！各位灣仔電腦城嘅顧客，各位傳媒嘅朋友，大家好啦！歡迎大家嚟到灣仔電腦城超宇宙大格鬥呢個揭幕禮。我重新介紹一下，我係呢度嘅司儀林慧偉，又名咩啊？打過，曹師傅，如果大家咧有打開機咧，相信咧對我咧都好熟悉㗎啦。咁咧見得我喺度咧，當然咧會有個新 game 咧介紹俾大家咧，就係、今個3、4月咧，灣仔電腦城咧特別咧整咗個新 game 介紹俾大家嘅，就係、呢個龍珠 Xenoverse。呢個咧呢個 game 咧就改編自一經典嘅動畫啦，龍珠。咁咧大家咧就可以打造自己屬於自己嘅呢個未來戰士嘅。咁咧就同原作嘅角色咧並肩作戰，一齊阻止龍珠嘅歷史咧俾人扭轉。咁故事非常緊張之餘咧，畫面咧亦都非常靚嘅。做得非常出色嘅，絕對係龍珠迷同埋格鬥機迷咧一定要玩嘅遊戲嚟㗎。咁咧灣仔電腦城咧亦都咧舉辦咗一個推廣活動嘅，只要咧喺3月23號至到4月18號期間咧，消費滿指定金額咧，你就可以參與呢個比賽啦。咁啊，你可以挑戰呢個龍珠 Xenoverse， 咁咧成功殺入決賽咧，就可以同我嚟翻個1on1嘅對決嘅。咁咧仲有機會贏取灣仔電腦城購物現金券同埋其他豐富獎品咧。總值咧超過1萬蚊㗎，係咪好吸引呢？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咁好啦，介紹住咁多先啦。咁咧我哋咧係時候咧要請今日嘅嘉賓，最近咧憑住電視劇《封神人》嘅蔡師傅 Sisley 出場，蔡師傅有請。好 ，Sisley 不如同大家打聲招呼先啦。咁咧就喺開始呢個我哋傾偈玩遊戲之前咧，我哋進行一個簡單而隆重嘅揭幕儀式先啦。咁咧我哋先以掌聲歡迎我哋嘅灣仔電腦城助理租務經理李思亮先生上台，同我哋一齊主持揭幕儀式啦。有請李先生。好，喺儀式之前，我哋影翻個大合照先。我哋面向中間先。三位如果你喺度唔該，點樣記啊？我今天搞卫生也要先。家里打开我。哦。佢有呢啲唔該。老人。差唔多係嘛？影夠未？影晒啦嘛，全部。好，咁咧我哋準備咧要進行呢個揭幕儀式啊！一陣咧我就會數3聲，咁咧我哋就互相將龍珠觸碰，咁咧就會咧龍珠嘅力量咧就正式咧為我哋呢個超宇宙大格鬥嘅揭幕禮咧就正式開始啦，代表。好啦，咁預備啦喎，大家準備啦，我數3聲，3、2、1。哇㗎！好嘅，咁咧，多謝灣仔電腦城啦。咁我哋龍珠觸碰之後咧，就會為大家各位機迷咧就帶嚟一個顯身手，亦都有獎品攞嘅機會啦，好嘛？咁咧就我哋有請李先生咧，再影多次，好。